继续是正大消息，来看新德县举办义民庙的祭拜大典。这个义民节的客家票将做各党派的总统参选人的必争之地。侯友宜甲郭文铁、甲总统蔡英文拢有参加活动。侯友宜甲郭文铁是卡庙来劈开，无见着面。 郭董说他副手已经找到了，你怎么看？你觉得还有谈的空间吗？我们改天再联访哈，谢谢谢谢。拢无因郭文铁到新德义民庙，因为真的一天郭台铭来过，两人到底敢会当合作？我根本没有看到路。 讲无看到路，面对工厂出席的总统，伊敢若无声息，一直到幕僚甲提醒才会手。卡妙是等到两人离开了后，侯友宜这个时阵才出现，避免拄着时会硬摇。 谢谢。甲过党的徛台拿赢中常委范成莲特别落来楼梯卡甲迎接，敏感的话题侯友宜同款无加讲。这是行程上的安排，所以才跟蔡总统调剂嘛。像郭董目标连署120万份，你觉得玩得下去吗？有国民党籍新的县长杨文科小听侯友宜的场面自然无共款，郭文铁无致辞，侯友宜足足讲5分钟。海港好，乃黑侯友宜。 不单是客家人的应景精神走向未来，我们台湾最需要两个侯友宜，大家对不对？到客家庄当然爱讲客话，各党派收准备抢客家票，动作真济。就算是了其实民众动力执政，也毋过什么人较受欢迎，真明显。像有觉得自己比柯文哲更受欢迎吗？谢谢大家，小心。 就敢若是民调变化同款，哪怕是要竞争，还是要合作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现在相信了，台港号啊！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